Hello，Ben 你好咁係，你好。我知道你去過華富村啦，你去過華富村幾多次啊？我想問下。係咁，我去過華富村咧就一次。咁其實係點解去咧？其實我都係上年嘅時候咧，機緣巧合啦。咁啊，朋友同我介紹翻去華富村啦，啊，因為佢都係喺華富村嗰度成長嘅。咁佢就帶我去華富村就遊覽一下，咁啊了解下咧。全港啦，可以話係比較早期所興建嘅嚇咁啊公共屋邨咯，俾我認識一下咯嚇。係，我想問下你有冇去過呢個瀑布灣啊？有啊，我朋友上次都有帶我去瀑布灣啊，我覺得幾特別啊！呢一個地區，係咯。其實咧，我本嗯。身嚟講咧，自己都有幾個朋友都係住宿華富村嗰帶嘅。咁其實以前咧喺睇電視啊當中都有介紹過華富村同埋瀑布灣嚇咁啊呢一個嘅比較獨有嘅景點嚇。咁你去瀑布灣啦，你印象最深刻係啲咩？瀑布灣啊，嗱，因為咧我沿途咧就行落去華富村啦，都係經過一啲嘅小路啊、樓梯啊，行落去啦。咁其實中間嘅時候都會見到一啲咧好特色嘅、好獨有啊，好多嗰啲佛像啊、觀音像啊嗰度擺放咗喺附近旁邊位置啦。咁然之後亦都係經過完之後咧，就會穿過去瀑布灣。啊，因為咧瀑布灣個位置咧係一個面海嘅位置嚟嘅，咁就冇諗過啊一個公共屋邨旁邊嘅話有一個好嗯。自然嘅流水嘅瀑布，咁啊影相嘅效果咧亦都係幾靚嘅，即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賣點嘅好似一個旅遊景點區之一咯，覺得係嚇。係，即係你覺得香港比較少見啲，直頭冇啊？定係少見啲有啲屋村嗯，係咁樣？比較少啊，我覺得咧，我覺得好似呢個瀑布灣好似係天然咁一樣啊，因為我係真心講句，如果你話我要睇瀑布嘅話咧，我可能要去到嗰啲真係要行山徑啊、山間地方先睇到。咦，好似但係咧，係喎，呢一個咧，真係。響一個嘅屋村嘅附近旁邊嘅話咧，就可以見到一個好天然嘅小橋流水瀑布。咁我覺得係幾吸引，同埋咧佢係流向呢一個大海嘅個位置，即係有別於我平時咧所行過一啲嘅山間嗰啲嘅瀑布嗰啲旅程咯嚇。咦，好似係喎，真係冇見過瀑布係流入海嘅喎，直接。咁如果嗯，你住喺華富村咧，你估你中意去瀑布灣做咩啊？其實啊，如果我會住喺華富村嘅話咧，我會喺瀑布灣做咩咧？我中意影相啦，或者嚟講下咁啊，睇下日落啦。因為嗰度都好多大船經過啦，咁同埋咧嗰個位置亦都係望向翻呢一個南丫島啊嗰邊嘅環境啦。因為呢個咧，我相信我覺得咧喺香港咧比較獨有嘅風景。咁中意我都係會係以翻呢個影相啊，或者一啲嘅嚇咁啊叫做寫生啦，或者係可以當下自己 relax 嘅為主咯。係，即係你，就算你住喺嗰度，你都會成日走落去影相啊，relax 噶嘛？定點啊？如果我長期住嗰度，我都會行下嗰邊㗎。即係係。真心講句，嗰度附近做下運動啊，咁即係睇下日落。因為呢個係真係幾獨特嘅，因為好多時咧都會見翻啲網友咧會喺華富村某啲嘅位置啦，或啲嘅高樓層啦，會影翻個鹹蛋黃啦，同埋見到啲嘅大船啦、遊輪經過嘅話咧，係呢啲係買唔到嗰個景色嚟嘅，呢、個係屬於係係。嚇。係，咁你話你有啲朋友住喺華富村啦，你聽過嗯，啲華富村啲咩故事啊？華富村故事啊，嗱，其實最早期嘅話或者瀑布就係、灣嘅佢應該係屬於故事咧？香港嘅比較早期嘅公共屋邨啦。咁依家時至現在啦，咁一路發展啦。咁其實點解我會上年會特別去呢？因為都知道政府呢嚟緊可能會將華富村某啲嘅位置啊，即係某幾棟嘅屋邨啦，開始會逐漸會搬走啦。咁嗯。變咗嚟講，我覺得呢，我想係響佢或者有機會清拆或者改建之前呢，我想睇翻一個嘅原汁原味呢一個嘅華富村咯。咁而我啲朋友即係介紹翻俾我當中，佢話喺華富村好有人情味啦，同埋
係真係幾獨特嘅，因為佢嗰個環境位置咧可以話係得天獨厚咯。當然華富村附近可能旁邊亦都有啲嘅私樓，但係其實咧大家係搶唔到大家嘅風景，因為可能始終大家嘅位置都會有少少嘅距離性。但係我覺得咧華富村咧呢啲咧係真係佢有個獨有嗰個魅力喺度咯，可以去吸引翻我哋自己香港市民咧，即係作為一個嘅即係本地遊一個遊覽嘅地方咯，即係有別於話平時嗰啲屋村咯。即係如果你真心問我覺得如果係去香港屋村遊覽啊，我覺得華富村係值得遊覽之一嚟嘅。可能有其他咩彩虹村等等啦，但係華富村咧可以話係港島區嘅代表啦，可以話係即係好有特色咁樣啦，係咪？你覺得？好有特色㗎，係啊，係咁同埋佢嗰度都會有一啲嘅比較傳統嘅茶餐廳啊，咁同埋有時你會見到一啲好特色嘅可能士多啊，咁同埋比較保留住即係一種仍然有一種嘅原汁原味嘅感覺咯，同埋曾經經過華富村見到啲西醫喎，哇！呢間西醫好似有成最少有成40-50年歷史咁嘅，但係咧佢仍然係嗰啲街磚啊，嗰啲嘅診所嗰啲門外嘅位置咧，仍然係保存住一種嘅好似我細個嗰種見到嘅味道咯，所以我覺得係呢個比較有趣嘅，係啦嚇。係 OK，咁華富村就係拆啦，咁我唔知瀑布灣會點啦，咁你想個瀑布灣係點啊？如果華富村清拆，咁我當然希望政府或者譬如保育團體嘅話，繼續要保留住瀑布灣啦，因為呢個亦都可以話係華富村個一個比較地標性嘅代表之一，即係維係住嘅，佢哋係一齊互相聯繫咯，可以話係嚇。係 OK，好啊，多謝你啊。